紧把声音放得很小，害怕说错话，打扰了别人。在人群里反复演练，却忘了我的感受也值得被说出来。慢慢学会回到自己那个真实而稳定的地方，勇敢为自己发声，不需要完美的句子，也能说出灵魂的温度，让感受流动，让语言变得温柔，把我的频率轻轻与这个世界分享。听见心真正的节拍，不需要大声才能证明我存在。我本来就值得被看见。当我愿意说出自己，世界也开始回应。原来那个最有力量的声音，从来都